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。日子咧过真紧，今仔日是8月份的第一主日，嘛上时是8月份的第一日。阮感谢主，会当互阮台湾的政府，毋敢若伫防疫的措施，阮看见着有好的果效，嘛通看见着早前也伫李登辉总统执政的时代，也来正名原住民，嘛通互原住民伫8月初1正做纪念日，互阮纪念伫台湾原底着生存伫即个土地遮的百姓甲族群。愿上帝赐福，无论遮的原住民，因伫山顶的部落，或者是海边的庄头，或者是伫都市咧拍拼，阮拢求上帝你来照顾，嘛通互遮原住民会当伫主的带领中间，大家拢会当专心来信靠上帝。天父上帝，阮从今仔日个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感谢主，阮对下礼拜开始，阮会当开放阮的礼拜堂。虽然只有无超过100人会适来聚会，但是阮欢喜会当互会友加一个选择，毋是干那伫厝来看网络、来看电视，嘛通会当出门来到伫礼拜堂厅来敬拜上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也愿上帝帮赞，互阮伫备班伫下礼拜教会准备要开放的时阵，恳求主，互教会的内外拢平安顺遂。感谢主，阮将今仔日个礼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圣神甲阮三甲同在，嘛甲伫现主时伫电视或者是伫手机头前遮的兄弟姊妹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会当伫8月初1的第一日，嘛是伫第一主日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大家的心情应该是拢真期待，咱伫下礼拜的确就会当转来教会做礼拜。虽然人无多，室内无超过100人，拄则诺旺技师有甲咱报告，室内不超过100人，户外嘛无超过100人。我相信以咱淡水教会兄弟姊妹的素质，拢会当来配合政府甲教会伫现主时的防疫措施。所以伫下礼拜的主日中间，咱有圣礼典，但是伫即个圣礼典的中间，伫教会的现场会当守圣餐。总是如果你若无方便，或者是烦恼伫即个户外有即个群聚的问题，嘛无要紧。教会的办公厅会来提供互会友索取即个圣餐的用品，咱会当伫线顶做伙来领受圣餐。所以伫拄则咱的执事诺旺先生伊伫遮来甲咱有详细的报告，牧师伫遮嘛都再一次来提醒咱大家。咱转来到伫今仔日个礼拜中的讲道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伫今仔日咱是透过约翰福音书6章24节到35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伫这段时间通过约翰福音书的经文，咱看见着上帝透过耶稣来彰显伊的疼心。伫顶礼拜，咱通看见着约翰福音书第6章，耶稣互5000人食饱，
甚至耶稣行伫海面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的中间，咱通一直看见着讲，这本册真要紧要来提醒耶稣迄个神性，耶稣的神性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一定爱来去做一个了解，因为伫约翰福音书的这个圣经的记载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耶稣伊自我介绍，伊来讲起着伊有7个身份啊。耶稣讲起着伊有7个身份，牧师伫这个荧幕中间有甲伊放送出来。耶稣讲：“我是生命的米粮，活命的饼。”第2，耶稣讲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第3，耶稣讲：“我是羊的门。”第4，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牧者。”第5，耶稣讲：“伊是搁我甲活命。”第6，耶稣讲：“伊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”最后一个，耶稣讲：“伊是真的葡萄树。”所以伫约翰福音书这7个耶稣的自我介绍中间，伊就是要来回应着无共款需要的人。当咱欠缺的时阵，咱夭饿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的饼。”当耶稣看见着无牧者的羊群伫遐安尼无目标，伫遐无牧收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。”上时咱嘛看见着讲，当伫圣经的中间看见着遮的兄弟姊妹，因可能迷路，因可能行毋着方向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”所以当耶稣咧讲起着遮自我介绍的时阵，咱拢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就是要来表明讲，伊就是一个拯救。通过这个拯救，伊要来回应上帝疼世间人，来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咱。耶稣来的目的，毋是要实行审判，耶稣是要来拯救咱。所以我要邀请咱来看今仔这个金句。今仔这个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书6章35节，有台语甲华语，咱连续拢来读2遍，连续来读2次，台语先，台语先，3来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咱再来一遍3来，我就是活命的饼。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咱华语咱嘛来甲看一遍，华语的部分，华语也是念2次，3请。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再一次3请。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是今仔日一个真要紧的经文，嘛是咧提醒咱，当咱枵喙焦的时阵，就咱亲像拄则咱的诺旺即书，伊咧祈祷的中间有讲起着，人活地毋是咧靠遮的食物。人活着是需要有上帝的米粮、上帝的活水来成做咱生命的帮助。所以咱转来看今仔这个经文，今仔这个经文大家拢真熟悉，因为今仔这个经文伊记载伫5块饼2尾鱼的这个新家后壁。耶稣的学生经验到，去互5块饼2尾鱼来饲饱。
所以当耶稣的学生互五块饼、两尾鱼饲饱的时阵，因伫即中间经历着神迹。不过，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耶稣来教导遮个学生。第27节讲，无得为着会败坏的美牛来钓我，无得为着败坏的美牛来钓我，着为着长长地地永远的美牛来钓我。这个长长永远的美牛，就是人子所要互恁的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耶稣的教导真要紧咧提醒学生，唔通为着会败坏的美牛钓我。意思就是讲，不要为了明天的这个食物来忧愁，唔是为着明仔载将来未来才会食物咧忧愁烦恼，因为安那？因为耶稣咧提醒咱，不为明天而忧虑。意思就是咧提醒学生，咱爱每一日去挖靠上帝，去信靠上帝。透过伫这个信靠上帝的中间，会当互咱来为着这个长长地地的美牛来努力，会当得到有意义的生命。所以，就算这个为人为着食物咧操烦，这款的忧愁烦恼，这是人的基本需要。总是耶稣伫遮的教导内底，悠远的咧提醒咱，唔通有忧愁甲烦恼，因为忧愁烦恼，就咱袂输伫旧约。迄当时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，因为着美牛伫遐咧烦恼，甚至伫遐埋怨的时阵，咱通看见着讲上帝伫即中间，互因来看见着神迹。上帝互因来领受着玛纳甲安顿。上帝互望讲，透过这个神迹，互因知耶和华就是因的上帝。不过伫即个过程的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。以色列百姓因无因为安尼来相信耶和华，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的对照内底，嘛是咧提醒咱，五块饼、两尾鱼后续耶稣的教导，就是望咱爱信靠上帝。我们不为明天的食物而忧愁，可是我们是要把每一天交托给上帝。每一天来需要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所以当咱若会当伫信靠上帝的中间来取代埋怨上帝的时阵，这是要来表明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，因为上帝伫耶稣的身上有印记，就是要来说明上帝。借着耶稣来表明伊的稳定甲真理，所以一开始咱看见着讲耶稣甲学生的对话内底，耶稣来帮助遮的学生爱去追求迄个长长地地的美牛永远的美牛。总是遮的学生经历着遮的神迹。因面对着耶稣的教导，一时的头壳才转袂过来。因认为讲，家己会当做啥物款的事，会当算得来真做是上帝的工作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即学生咧问耶稣即个问题的时阵，对28节开始，一直到第33节，咱通看见着。人总是掠做家己的努力，会当互咱领受更较侪上帝的恩典。但是伫即中间，耶稣嘛教导学生，恁拢毋免做啥，只要单单信靠上帝。
只有单单信靠上帝，信心哪大，上帝的恩典就哪多。所以伫遮，咱通看起就讲，耶稣甲学生的对话内底，就开始讨论伫当时出埃及的过程。伫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，咱拄则有讲，以色列百姓伫旷野食玛纳的经验。咱来回想伫旧约摩西的角色，摩西会当讲是耶和华甲以色列百姓的中间者，也就是一个中保。伊伫耶和华甲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摩西常常都爱来代表以色列百姓去敲碎上帝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通看起就讲，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，毋望耶和华会当伫这中间来成做因的帮助。所以耶和华面对着摩西的时阵，耶和华应允伊要甲伊三角同在。所以摩西的迄支竿啊，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临在。上帝的同在，互摩西会当伫即中间来经历着上帝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因无法度，所以伫即中间，咱通看起就讲，神者伫出埃及的中间出现的时阵，这以色列百姓拢是亲目睭看，但是因无因为安尼来搁较相信耶和华是因的上帝。来进一步有信用的关系的连接，所以伫以色列百姓因咧出埃及的过程内底，真做是一个信心的操练。不过今仔日耶稣咧教导伊的门徒，伫即中间来甲门徒讲，伊是超越摩西，伊是比摩西搁较大的一个先知，因为伊是弥赛亚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耶稣就开始讲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米粮，活命的饼。”咱照今仔日个经文的解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对玛纳到活命的饼，玛纳是医治人肉体生命的需要，但是活命的饼。是上帝要赏赐予全世界的人。玛纳医治人生命的食物，却是上帝赐生命活命的饼，是透过耶稣，是予耶稣来成做人的生命。所以，咱伫地上的生活有两种食物，一种是咱肉体的需要，会当予咱身体臃肿。但是，另外一种食物，会当讲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通过上帝的话，咱的生命会当公共平安，嘛通互咱活地来信靠上帝的话语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会当开始去思考，究竟咱是相信上帝，或者是相信神者？咱是相信上帝，还是相信神者？神者的确会当帮助咱来激励咱的信心，但是神者是无法度互咱有真正的信心。所以信仰的根基，若是定根伫神者的顶面，这款的信仰是袂稳固、袂固定、袂坚固。信仰如果建立在神迹的上面，那这样的信仰是不会坚固的。但是咱看见的真侪人，迄个心所渴慕的，是敢若想要经历着神迹。所以耶稣甲保罗拢有讲，犹太人要求神迹。希腊人要求智慧，
就是大家爱看老热啦。犹太人喜欢看神迹，就是爱看老热，但是因唔是真正想要认捌上帝，因唔是真正想要跟对耶稣基督。所以五块饼两尾鱼的神迹，耶稣就是要让学生去经验到迄个超越物质需要的迄个生活。因为当咱信靠上帝的时阵，咱会当伫即中间来看见着上帝，咱看见着上帝为着咱所做的事，毋是亲像学生拄则咧问耶稣讲，我会当怎样行来做上帝的工？因为上帝要互咱伫信者的中间来认捌上帝，通过安尼来看见着上帝伫咱的心中所做的影响甲改变。所以，若徛伫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解说的时阵，会当看见着神迹，这是上帝做中心的一个生活。可以看见神迹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吃饱，为了肚子的吃饱，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这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追求的，只不过是肉体感官上的满足。可是他不一定，也不愿意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书，刚刚我们讲耶稣自我介绍有7个我是，但是伫约翰福音书详细嘛有7个神迹，这7个神迹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会当看见着迄个神迹的源头，会当看见着迄个上帝。会当互咱通过神迹的中间来看见着行出大能力的迄个耶和华。所以，如果咱若只有停留伫迄个食饼食饱，只不过是看见着神迹的结果，也只有看着家己。各位兄弟姊妹。4本福音书，其实约翰福音书，那牧师个人咧读，感觉这本册不止有深度，因为这本册有真侪遮的用词，或者是遮的信息，拢互咱感觉讲不止有学问的人爱去读遮读有的一个内容。不过咱转来到伫圣经咧看约翰福音书的时阵，其实咱会有一个感触。咱感谢主，因为耶稣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安尼被形容。约翰福音书1章1到约翰福音书1章14节告诉我们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真理和恩典。这句话来对照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我要甲你三个地地。”当然，咱会当安尼来看。就是上帝透过耶稣来亲近咱，因为耶稣讲：“如果你认识我，也就会认识我的父亲。”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当中，道成肉身。上帝不再像旧约那个时候要求摩西要去亲近他。
上帝也不需要再去隐藏自己，来告诉摩西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”因为上帝透过耶稣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跟我的人割断袂腰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”所以耶稣，上帝知影咱性命的腰膏甲喙焦，所以咱经历着耶稣的疼，伫这中间，互耶稣来成做咱的扶持甲帮衬，互耶稣的疼会当帮助咱无过腰膏，无过喙焦，来认捌伊是真正的上帝。所以对着咱来讲，咱感觉讲认捌耶稣是真有意义的代志，因为耶稣互咱的性命亲像葡萄树共款，结实累累，有丰富的性命。这就是伫约翰福音书中间一直咧讲迄个永活，华语的圣经讲叫做永生，有意义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。当然到伫咱家己的生活中间，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清楚来知影讲，耶稣讲伊是活命的饼，信伊的人会当得到有意义的生命。对这中间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原来上帝的话语会当互咱的生命无过夭过，嘛代表讲咱的心灵会当有满足甲充满。但是咱来看见着目前咱生活台湾的实况，真侪人的心灵是空虚，真侪人的生活充满忧愁甲烦恼。所以伫现实上，咱看见着真侪人为着要克服这个心灵的空虚，因甲所有的愿望来寄托伫外在的生活内底。人为着要克服迄个心灵的空虚，甲所有的快乐、希望来寄托伫外在。所谓的外在，有可能是穿新衫，或者是挂真高贵的手表啊，或者是驶真好的车，或者是讲赚大钱等等。但是咱唔通袂记住，当咱将愿望、将这个快乐寄托伫这个外在的因素的时阵，咱也伫这中间不知不觉受限制伫这个外在的条件内底。伫这中间，咱确实失去个人的快乐。所以咱的生活，咱亲像赚愈侪钱，或者是驶愈好的车，煞生活愈袂平安，煞生活哪愈来愈衰微，甚至哪愈来愈无力。咱伫这中间，嘛通看见着讲，原来咱是偌尼需要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。所以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啊。所以现代人即摆一直咧期待讲我伫任何的事，伫任何的场合，我拢爱刷一个存在感，因为心灵空虚。我若无刷一个存在感，我就无法度来互人知影讲我是偌尼要紧的一个人物。但是咱一直忽略，咱是偌需要上帝。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发现上帝的话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帮助。
我们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看见好多的谎言呢，所以整个社会人心惶惶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到头来我们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所以感谢主，包括咱的教会，嘛伫这中间，无论是通过祈祷会，或者是咱的少年执事带所有的中级甲兄弟，用着信息来录这个影片的时阵，咱会当透过上帝的话来带来安慰甲平安。会当互咱的性命，因为安尼来得到快乐甲福气。各位兄弟，我想耶稣嘛伫今仔日的咱来对咱讲，伊是活命的饼。我相信耶稣对现在的咱嘛甲咱讲，伊是活命的饼。因为耶稣望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需要伊，会当踏入信靠伊，因为咱会当伫真理的内底来得到有意义的生命。做在教会的门口口，拢会有一块触角照顶面来写讲，圣经是教会的根基。确实，伫今仔日咱虽然也无翕着，但是伫讲台的头前，咱有一本圣经，这是咱教会的核心，教会的核心。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来成为我们的盼望，来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来成为我们的祝福。我想伫生活中间，为什么教会需要圣经？伫咱的信仰的生活中间，嘛是咧甲咱提醒，咱需要上帝的话，帮助咱行伫真理的道路，毋是去迷失伫迄款谣言白贼的内底，嘛毋是互外教派一寡奇奇怪怪的理论来甲咱带走。为什么咱需要上帝的话？为什么咱需要圣经？伫属灵的意义中间，咱望伫咱未来的日子，逐日拢交托给上帝，通过上帝来帮助咱的性命，来看见着上帝，来认捌真理。求主来请做咱的帮助，咱的灵命的确有喙焦甲腰过。耶稣亲自来养饲咱，耶稣知影咱的需要，要拯救咱伫日常生活的苦恼中间，脱离迄个无意义的困境。因为咱信靠耶稣的时阵，是要伫这个信的内底来有意义的生命。这个有意义的生命，就是上帝听咱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拯救。恳求上帝活命的饼，放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成做咱的帮助，成做咱的祝福，成做咱的福气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活命的饼来成做阮的帮助。当阮需要上帝的话，互阮定根伫真理的时阵，恳求上帝你来引带帮助，互阮会当常常伫上帝的话语内底来得到快乐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耶稣，互阮知你甲阮三个同在。
伫现主时的生活，真侪时阵，阮一直拢无有意义，因为阮迷失伫做遮奇奇怪怪的理论，或者是言语的中间。但是阮需要上帝的话，成做阮的引带，甚至就亲像诗篇所讲的，主你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照阮头前的路，互阮往真理的目标来跑走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继续来成做阮的帮站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活命的饼中间，得到养赐，得到帮助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